好，那我们就上课了啊。老郑给我走引的，现在。那么当公布奖杯样了，恰恰咯，看见了这面真的年的那么大，热身，今年这个这些事情，你给多个两把斤，看到这边真让马的面头都爱给谁问，做做惯了，不计大致养了出去养点松。周大切着年末年龙来给家着追在紧，马的没事都爱牛，今年就在这南。对呢，他进社军他村元旦绿洲开始头一个，就这就当就你现在大路没事，前边养了对。我妈的把咱那我妈的把咱那我妈的把咱那今天去了为谁去？大陆地母明白入谁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我在读书。那这里落进古巴来的啊。这篇经历之前也有，对不对？出现过嘛？有没有？你们还记得？我们先看那个生词了。有时候是我们会生词会重复，音记、音记、舔着、舔着、光塔啊，这个应该是藏文漏了。它有个塔卡塔光塔，藏文漏字吧？光塔。广他这里只有一个他而已。过，应该也是不是广堂，不是这样的呀。广堂，广播堂啊，广塔是这样去念，但是，哎，我怎么会写成这？有没有这个广堂？广播堂上去？这个广塔，它是有，你们字典里面查一下，是广塔和广堂，这个不会用当堂漏字，嗯，陶武书，唐阿萨堂，唐阿萨堂是不是？啊，这个嘛，广塔有陶武书。嗯嗯，他和他有是不是？对对，所有两个都有在学啊，光他。
是的，嗯，呃，这例子是光堂嘛，好，现在我们先这样说吧。啊，叠不，好，那这个音记不用解说，对不对？我们就知道音，舔着就是那样的意思嘛，舔着马气，不要这样啊，舔着马气，不要这样，是舔着马气啊，不用那样，不是这那样，嗯，不用那样，舔着这个舔着是舔着纸背，是那样吗？是不是？舔着纸背那样吗？是那样吗？舔着纸背，舔着纸背就是一个问句嘛，舔着纸背，舔着这，嗯，公堂我们刚刚讲了堂啊沙堂，这边有个我说对不对？公堂，堂公就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心嘛，我们用广播某中的这个公是这个嘛？不对不起，就是不要生气，就是这个公对不对？广播某中，那个公，你心里面，你要对他抱歉的时候，是说我们藏文里面是光他，就是你有生气的话，生气是在心里面嘛，所以这个光是你内心，那个糖就是已经那个叫你消气的意思嘛，那个糖网糖网就是晴朗的话是糖网嘛，有乌云遮住的话，那就是 tip。糖啊，这个糖就是变成一个很清澈的，所以光糖是你本身内心里面有一个气的，那叫你糖就是把那个气消了嘛，气那光糖，这个糖啊上糖这个糖啊上糖网啊，气消的意思，请消气，光糖这个光理解为心，那汤就是把那个气消变成清澈。光那个塔不就是以及呃去除的意思，塔吧啊，干净也有塔吧是吧？擦，所以光塔有时候就用光塔是，但是因为两个都会写，但是在广塔是口语里面大部分会广塔这个音，塔广塔，嗯，点不就是安全的平安嘛，点不隐蔽，我们通常会用点不隐蔽，对不对？点不隐，点不明度，是吧？点不明度，安了，安了，嗯，哎呦哈，这个中文是可以这样说，哎呦，安了啊，中文可以这么说吗？像现在看后面的句子啊，indicator indicator indicator，停止，要么用它，停止，要么用它，indicator 啊，indicate 就是英语嘛，indicate 就是英语嘛，indicate 就是停止就是那种那啊这边吗？啊，这是我们口语里面会停止嘛，这是口语里面，这个不是做歌，口语里面就停着，其实实际上停着嘛，停着那样，那是为什么要加沙？就是口语里面停着马气，呃，
其实实际上填着马气，是吧？填着马气不用加，书面的话就不用加萨了，不用加萨。但是口语里面会发出这个音，填着马气啊，填着热，填着，对，填着热就会有这个的，对不对？所以就加重这个它发出的音里面有这个萨，就加上去了，这个安啦，中文里面呢，可不可以？我不太很确定，可不可以翻成哎呦？哎呦，不要这样，会不会这么说嘛？字不是这个吗？啊，啊，一个口字，前面的口字旁吗？那个是这个吗？啊，有，哦，口字旁的啊，爱这个吗？一个草字头，艾草的艾，艾草的艾，一个口，一个草字头，叉叉叉叉，大叉，就这个，I 就是 I，哦，哎呦，哎呦，哎呦，哦，哎呦，哎呦，这个有点那就是用这个来，这个字改一下的，哎呦的这个字。你看我这边就正确写了广岛嘛，那边就漏掉了，看啊，广岛，广岛，最近得不影呗？最近得不影呗？因为你们也看到影片里面，他就讲一个 WhatsApp，他是用英文来讲，对不对？他就说不要，哎呦，不要讲什么英文，就有点像这种的语气嘛。要讲什么英文？广大最近得不影呗？最近得不影呗？啊，这个得不影啊？你好吗？不好意思，最近你好。你好吗？对，这里得不应呗，就是问句嘛，问句不好意思最近你好吗？一个吗问句这里又我们漏了一个吗你们看到藏文的时候知道有个问句嘛这里得不应呗，就这个得不应呗，你通常是一个问候语任何都可以问得不应呗哦，你见到人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问得不应呗啊，不用，得不应呗，这个句号很好，得不应呗，得不应得不应，哦哦，得不应，好，to dim，to dim，아니 알아 가르치네 콜 제바인 这是直接用它不用讲英文的话它直接用卡巴알아 가르치네卡巴当원인
应该卡巴的话已经要讲单王音，卡巴的，但他直接用了 call， 那 call 单王音就不顺嘛。俺卡的前的 call 单王音，俺卡的前的卡巴 call 前尾音是做了这个啊，好，他就是哦，这是哦，他就是哦，对了，有点事儿，那他问他就是，那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嘛？卡的前呢，卡的前呢，卡的前呢，俺了，卡的前呢，卡巴单王音。有些就全部都是用藏文了的话，卡的钱呢？阿了哦，这个阿了是在前面跟后面都没有关系啊。卡的钱呢？阿了卡的钱呢？卡巴当位是吧？那你就可以用卡的钱呢？阿了卡巴当位，所以这个位置是前后都可以。嗯当位音。但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卡的钱呢？卡的钱呢？call 切尾音。啊，它是应用一个英文的名字嘛啊。卡的切呢，那卡的切呢，这个很好，卡的切呢，你就为什么啊？卡的切呢主语，为什么去嘛？卡的切呢主语，卡的切呢德语，为什么啊？为什么看啊？卡的切呢写个语，为什么要说？对，卡的切呢也说这个。OK，再念一次啊，我们一起念。阿拉，인지게트 텐데 제마용다 공다 수dim 대보인배 대보인 오 수dim 수dim 아니 나라 가르치네 콜 제보인 어 디기幸福嘛，第几哈？地汤啊，我地汤饮很健康啊。得不饮呗？刚刚我们不是问了吗？得不饮呗？你就直接我得不饮也可以，对不对？我地汤饮也可以啊，我地汤地度地汤就是健康嘛，那得不也是健康？那地度就是苦乐嘛，地度，调我当懂了吧？地度苦乐，地度，点住，就是善道嘛。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翻成善啊，这个着就是着一般着就是走的，但是这个着嘛，我们着是众生的这个着，所以我们点住六道轮回里面有点住有上三道就是点住嘛。六道轮回里面上三道跟二三道，对不对？藏文里面的上三道是点住松，点住松。加一个三的话，点住松就是上三道啊。那二三道，没有说堵住松啊，粘吧，粘住松，那就是把那个按呐粘住嘛，粘住松，得错，我们这这也是乐嘛，那错是胜，得错，我们会有那个胜乐金刚，不是得错嘛？胜乐金刚就是得错，胜乐嘛，啊，多吉得错，得错，
啊，胜乐，对，胜乐。嗯，多吉得救啊，多吉得救啊。用胜乐金刚的话，金刚是得多吉嘛，那多吉得救。嗯，通常我们都得救是这样得救哦，得救啊，救就是胜的意思嘛，那得救就是胜乐，那胜乐金刚，那这就是得救。得力，得力，得力就是如意嘛。这些得力，我们这里面通常都会用到那个得力啊，这些得力的那个得拆开来的时候好像陌生嘛，啊，了啊，了啊，了啊，就是喜乐，也就是了啊也是乐嘛，那可以翻也可以说成了啊是喜乐啊，点不点不点不就是平安呢、刚刚讲到是安乐和平安，所以这几个句子是比较简单吧，但是都是有叠这个字，这个有人的名字有底记嘛，对不对？女生啊，底记底记叠汤叠汤底度底度点住点住叠错叠错叠列叠列叠哇叠哇叠不叠不，那么那么这个名词前面都有，好像前面有，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那么好，那么年年过过可对可对哦，那么就媳妇嘛，媳妇年那么年那么年那么，这是属歌对不对？我的媳妇年那么啊年啊年mặc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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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婿是 mặc 吧 mặc 啊 mặc 吧 mặc 吧mặc 吧吧就是啊 mặc 吧年那么年那么过关于我的媳妇，对不对？年那么过就是关于嘛可对可对何时，对不对？所以这几个字都不陌生吧？啊，马豆马豆就是除了和之外嘛，这个k i r a 马豆，嗯除了你以外是吧 k i r a 马豆呃嗯，密码豆除了眼睛以外，密码豆数不除了密码豆数不点不读点不读点不读，对，除了眼睛以外，身体好，对，密码多，数不，点不读，哦，除了眼睛以外，身体安好。冲啊，冲啊，小的对不对？了吧，了吧，了吧就是说，对不对？了松是了松，谁讲的？对，谁说的？这个 love 这个这个 love 就是应该也是那个方言，这个 love love 其
一般拉萨口语里面都会用到这个水lập松，水涨的这个lập就是相当于那个谢谢接着这几个也是接着谢说话嘛，接着谢接着lập接着lập冲马豆年那么提直松直马松年那么提所以年那么就是年那么是我的媳妇，对不对？贴指的是前面这个我的媳妇嘛，她的代名词，对，年那么贴这个贴那直松就是可以吗？直马松不可以吗？直松是可以，直马松否定这边对不对？加一个中间加一个否定，直马松可以就是直松直马松不可以直马松就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我们这边发生的事情是否已办好了还是没办好我的媳妇的事情是否对不起对已经的这个这个改成已经的嘛。但这时候这个么时候有时候拖拖拉拉的还没到底还好了吗？还没好，因为好了吗？还没好吗？我们也会这么说嘛。那藏文里面的这时候特通这么说还没好吗？特通是吧？特通这么说对，弄到现在还没好。特通嘛，特通。这个 Dixon 马松这个句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好了吗？还是还没好？是用这个了。我们在这里呢，因为前后的句子的关系，我们就办好了吗？就是他问的是我那个事情，就是你们问我那个事情是好了吗？还是没好，对不对？所以用这个 Dixon 马松，屯大题那个事情屯大了嘛？屯大题 Dixon 这么说屯大那个事情，屯大是怎么写？屯大那天或是屯大，他那屯他嘎他屯大，或是那天的，可那啥呢？他那屯那天屯大了那天，这两个一样可以说反。屯大的这么说就是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不知道，那直接用屯大或是那天嘛。然给卡巴南，然给卡巴南，给这可对些呢？然给卡巴南，给这可对些呢？然给是奏歌嘛，对不对？你在说，在哪里说呢？在电话里面嘛，电话里面说，给这可对些呢？就是讲任何的时候，在电话里面讲任何的时候，这个听懂吗？你们会理解吗？然后
因为你看啊，任何时候不是这个中文不通吗？啊，你在电话里面讲任何时候啊，意思是你在电话里面讲的是任何时候在电话里面讲的时候，你都讲的是那句话啊。对，每次讲电话里面讲的啊，那个是这个中文不通吗？还是啊啊？哎，因为藏文里面的给这可对些呢嘛，先讲这个给这可对些呢啊，给这可对些呢，每次讲时候，每次讲的时候，在每次讲的时候在哪里呢？在电话里面。你在电话里面每次讲的时候，好，这个分顺。对对对，你在电话里面每次讲的时候，这中文通吗？你每次在电话里讲的时候都可以啊。啊，那个中文翻译部分是给这可对学呢，每次讲的时候，这里是啊，给这可对学呢，每次讲的时候，在哪里呢？在电话里面呢。啊，些呢了，那边过马多，那边过马多，些民度，些民度，嗯，这除了媳妇之外呢，没有别的话题要讲的啊。取字是我是啊，对对的，就是他是他在讲娶媳妇的事情啊。但是在藏文里面没有这个娶字，我是用那个红字来拼嘛。那其实上是除了娶媳妇之外吧，他要娶媳妇嘛，他不是在讲娶媳妇的事情吗？所以意思是他要娶媳妇，就是你都在讲娶媳妇的事情啊，不是说媳没有不是没有跟他有关的，他跟他有关的，他要讲他要娶媳妇的事情，但是藏文里面没有这个娶字啊。对吧？有关呐、有关啊。西亚民度，嗯，西亚语呗，跟着西亚语呗，什么意思？跟着西亚语呗，跟着西亚语呗，嗯，对，有什么话要讲，跟着西亚语呗，跟着西亚语呗，是吧？跟着西亚语呗，有什么话要说？跟着西亚语嘛，西亚民度没有话，没什么话要说，西亚民度，西亚民度，卡尔勒不有，卡尔勒不有，让卡尔勒不有，就是对对，在说什么？卡尔勒不有，卡尔勒不有，你在说什么啊？卡尔勒，克朗，俺嘞，并且穷啊，是吧？啊，这里是用穷，他是用的穷啊，是吧？是吧？克朗俺嘞，并且穷啊，是吧？啊，你克朗是你嘛？俺嘞比我，是不是？这个嘞是比嘛？俺嘞并且不是兵器嘛？这个是口语里面用兵家，是不是就是兵器嘛？亲戚穷啊，你是比我小嘛？你是比我小的穷啊，就是
小，冲啊，这个说我也可以，这个冲啊，它是口语里面用冲啊，冲啊，其实实际上讲的是冲啊，你是比我小，你是比我小的亲戚，嗯，没有 rebase 就变成了疑问嘛，前两个变成就 rebase，他知道，因为他的妹妹啊，他不会问你是我的比我小的妹妹，他就说你就是比我小的你就是比我小啊。걔랑알레并且冲我是吧？啊，걔랑알레冲我是吧？那如果你不知道他比你小，那你就会걔랑알레걔랑알레冲我是呗？你比我小吗？意思걔랑알레冲我是呗？冲我是呗？你问，或걔랑알레切我是呗？你比我大吗？啊，你比我大吗？걔랑알레切我是呗？걔랑알레切我是呗？这是用，嗯。哈跟我说的话，哈跟我说要看，嗯，好休息，我们就给，好像我们教这个语言是不能教马上提光线了，没得研究呢。他看他饼干，看他做了的。你可以的，除了单只要是个对。我上第三选个是你搞的，你饼干什么都可以你搞的，俺们那看对你给学校。什么主呗？我现在快保送了，还去到得下。看谁到我搞的是这个给这看的是给弄还是？哦，公司这个送的是挺多。空个送下来呀，谈的下了全部利用作，变成人工七百地套了，变成三点南龙用下来呀，居然没了国粹这么多，旁边龙就当叫马来送下，说是确实结果的开始没去送下。前面，谁在特定的？啊，这推荐呢？可是你也不晓送啊，吃了当你也不修，可是你都没要修的。谁的款当送啊？吃了 come on，但我你怎么能够搞死的噻？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吃了我就问这快进屁股了。看是那去的工钱晓得吧？没水漂边呢，塞那马来屯巴是。这位说是漂的卡林边呢，古龙的也不是去呢，的了偏远全部有是个是。的老师那当时培育你们他带过去。但呢，在下 America 那里啊，就别了全部有的，看这呢。原着的个漂远搞了呀，开车晓得，屯子的个把旁的不是这，俺这把咱们呀，全都这的上一个菜过个是。喂，他看你的呀，我读给的，小在特定的。拜张。前面，下次他干的是，对吧？下次都小了，这里哪你听没也不接，俺我要干两下，过去，俺开始的去用，送去，俺人家两下，吐去，过送吐是都存个，我说啊，俺哪你妈杀了下就把杀了也不去吐，
제가 마스 류기 봐 창마 차바나시 제가 창마 차에 차되다 류기 차 제한이 파에도 차가 차었어 제가 차 제가 고송 투디 레멀미 하고 싶게 아니 저와리도 생제 탐제 펜버쇼 스몰람 잡에나 상모 수주고 이노 셰루칸의 지고다 아, 저거 연결. 내가 예 차세 오잖아 야다 나마다 년 보인다 저 수시라게도 봐. Aus. Amjila meeting ko penye sorches. 암치들이 말아서 몰라 파바나시 야부시라도 와. 당에 키랑 샤주의 제마제 털어 야갈 가봐 당시 멋있게 긴다. Ta amji kore shaju jaworsude cheshan yegmarbe. Moge gyapgo dewe tanda. 가래 라스나 뭐마게 말아 샤주 치기스 에. 타라뇨 마세. 텐텐나 한번 되게 항아라니 좀 한다고도 차서 보여야 돼. 몰라 되는도 저러 봐. 항아라니 당마다 도드니 파마스 당고 대바 마치베시 강에 간데 총소. 치서 몰라 야고 밥도니 정말로 대대라 쳐서 와. 다딜랭게 걔가 아굴라 가봐 당시 키랑 샤주 제마제 털어 멋있게 알아서 치긴다. 또 아니 가봐셨어. 라우 용도인배 부 아마이 아니니 당기 아굴라도 왜 가리 지가 삼아서 가신수 에 아니 소밀라도 왜 소밀라 게임게 손도 쳤어 에 아니 저쪽이 왜 가리 야 저거 계속 에 헬로 저 뱃사자 나랑에 보게 받이게 야에 중간 건다데 초밖에 없으기도 와. Ta Amerikebre yusho. 다 딜량아 폴리스기 주면은 차. 아니 보고데 딘데 따고 슈퍼란 게 앞대체 가르치기면 아. Semde maji. Ran sakzik majida rabo cheldonashi. Ran rabo tungdu konyowe. Nyeshaw. Nyama rabonstwa. Rabon ko kakomni shinana chuzaga chembre. Dene ko gyuju chikti lebre. Rabon ko chutungwe kabliya. Hop dege chas yangachi sagwe kapke. Ko she ko takje yagoch majebje nam sabar samje kopane bechi. Semje gangololya lengyaga chembre. 아니 제리아 섬지 삼월로 용어제 다들간에 주인난야 양가 첨부 사와 통도와 관계 콜리아 gem쇼브레 제자 계란 레보젤로나 맞이다 가서다 완전 알아보고 쌤데도 쓰고 나는 좀만 시시 다 가대다. 맞잖아 개직 말에 쌤데 맞이다 겸도 먹어 가리쇼네 알아서 베베 개가 볼을 찌대기 걸 말해 가인 나다 등산 와서 보고 되게 되니 점사에서 축구랑 겹대지. 겸도 망보쇼에 저 산에 볼을 찌 말해서 지기거래 가리 아니 라스랑 알아서 보고 되게 돼 폴리스 찌제스 에. 니라 마도다 니랑 중로가 샤고 나가 뭐 보직다 모직이 지다라 좀더 샤시다. 수시라게 돼. 니 엘레레 이베 저저라 폰다체 군지예다라 뭐겸요나 요거 멋있게 알아서 치고 말베. 뭐해 네, 니 지대시켜 오라고. 님 칼라 가르쳐. 영국 칼라에 영국라 가르치는 가 줘봐 다 도지스 뭐 말이야 알아 아니는 맞다. 뜻답다래 얘기 님고 뭐 멋있어 말베. 가서 정배 전화 군적이네 칼라나 살 가시 시켜 당서 와. 다들 완전 식수는 깨는 말베. 뜻인경 아니 저절라 가봤다 말해. 야. What's up, children? 아, 이치게라 시켜만이다. Konda children deoinbe. 대위. Children aning hala kajin kolchimbe. Ni namade dings dingmason. 아나, 라니 카바나 계속 가듯이네 남이 걸으면 시에미도. Khallague. Kirang hala pinja chungarwa. Changsa ja puni kesarda. Tang hala samno dos time de. 아, 라니 보면 심지 맛있다. Masane children na tingidwe. Ana amla sha dungegi kajam shaswa. Mala namat selani. 쟁기도. 심지 맛있다. Ani lada thari kajin kolchimbe. 나한테 계속 주삼사. 키라스 예도라 뭐 경영 유매 계속 주삼사. 저기선 대구라미도. Chogesan kajiso. 저기선 가서 되는 대부 매워치는 맹가 좋게서. 아니 암지스에 지나 샤주 치우시.
哎，你莫去买给我了，上次去那老肯定吧。莫讲个这月的有人告诉对了，因为看莫了吃起来上个有嘛的，看是呢，咱们提个月位说了，咱们提个没位说了，你们听个对，其实看莫提个呢，我那么还得啥子嘞？啥都不呢，我什么呀，土个用的也不多啊。马上你就开上去的，那不都土牛没吧啦？打，你也康拜接不了是吧？Apple 东部开始是，你的那 organic Apple 开始你就是来去了。打的，让你来不打，我是开发给说。呀 ，OK 好，拜拜。就，你二零年一百九十趟是土个用的谁多啊？看你考的你给这些年那。有啊，Geri, Geri, Gejuru, Gejuru, Geta, Geta, Gedang, Gedang, G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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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ge, Genge, Geshor, Geshor。都是 get 嘛，这个 get 就是语言的种类嘛 ，rig 种类是 rig， 所以 get 就是种类语言的种类 get 就是口译嘛，口译 get 就是有翻译的意思嘛，所以 get 就是口译，ig 就是那个。笔译，geta 就是名声啊，geta 有的呗，有名声吗？mid geta 有的，这个人很有名声，很有名，mid geta 有的，gedang 就是音调了，gedang geta 这个可以这样可以吗？口吻是什么意思？语气
是吧？啊，他的那个语句嘛，所以 get 这个他有，他没有口吻，他没有温跟冲，没有讲什么，对不对？这个口吻的话，口吻只是一个语气嘛。啊，那 get就是语音啊。对对对，get全部 get全中是吧？啊啊，你说这个 get 吗？那口吻跟语音有什么不一样？音调跟语音吗？音调跟语音，中文没有差异是吗？音调跟语音，语音跟音调。嗯嗯所以这个 get down 当你发出一个高音或者是低音这一类的都会讲 get down 嘛 ，get down 中音、高音、低音get down 全部 get down 整部，get 就是一个发音，它是有水声也有 get 水的声音，打雷的声音也可以讲 get 吹 get 读给读给 get 那对啊但是它不会，我们不会用 get down 水的声音我们不会讲 get down 你们也不会用音调吧get 有个声音，这是谁的声音 ？get 的可能 me get 的，心情给 get 的，是人的声音，还语音还是其他的？声音，也可以啊，声音。我觉得那个 get 是那个语音是用语言表达的声音吗？就是那个声音是在讲话的声音吗？那个 get 吗？不一定，去 get 就是水的声音也会讲出着去 get 弄着get 也是一种声音嘛，叫 get 就是藏语嘛，就是藏语 get 那是中文的话是一个语嘛 get 因为中文里面，或是说什么会数学语言，它就是不同的语言去描述，或是电脑数学是语言吗？不是，算是形容。数学语言，有的是就是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数学也是一种语言。数学是语言吗？属于语言吗？数学是语言学吗？它不是。是在讲说数学在表达的时候，它有它特殊的符号那些东西对，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要表达数学的内容，一般是用我们这种它有一些符号那个就是可以说是那个 get 是其实有个声音嘛，才会讲 get 那个符号没有声音，那个就是哒，那个是哒一
一个符号。get 的话有一个声音，它另外一个 get 其实写名度我没有 get 那个没有 get 拿了 get 名度，现在我没有声音，那 get 名度就是那个 get 是一个声音所以才会叫 get 没叫，不要叫嘛。那它是一个声音啊 get 没叫可以啊，这个 get 就是这边的二音嘛，念吧就是二get short 就是惊呼吓一跳的这种 get short 这种的一个声音。那个是吓到的时候它是不自由的说出来的，叫一声，那个是 get short 嘛。那你说尖叫的声音，叫你们尖叫，那是 get up， 自动，这是自动嘛 ，get up， 叫你们尖叫那个是 get short， 就是一个自动的，它是它是不自主的。它是自主的 get short 就是它没有被动，它直接说突然间你吓一跳的时候那个是 get short， 那个是自主的嘛那尖叫叫你被动的 get up， 你那你们那你们不是在那个演唱会的尖叫声音不是那个不是自动还是主动？是吗？好，反正那个是get show 就是主动的，那个看是哪一个情景什么样的情景上你会被叫着？欢呼是个数欢呼声嘛，就是一个欢庆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就是你开心的欢呼惊呼是被吓到，那我开心的欢呼开心演唱会我这边欢呼那个是欢是一个是嘎住应该是嘎着但是嘎着欢呼声有个炸搞个炸枪杀擦罗你跟那个是这个刚刚是我想起来了，比较用的是欢呼声的果炸比较好，不要写嘎炸，我就比较以后那嘎炸果炸就是果就是有笑的那个欢果炸
你三罗，哦，那枪色是婚礼嘛？枪色，哎，婚礼才有酒嘛，喜庆的时候才有酒嘛。哦，有酒的地方，直译的话，有酒的地方。萨是地地方枪色，插罗就是结束嘛，插罗两个插罗，工作结束哦。你是第两个嘛，对不对？你三路，是思想，sam 本身是一个动词嘛 ，sam 就是想，lo 是一个名词它是心，对，觉知sam lo 就是名词，思想。马章其实嘛，马章呢，前吧，下吧，下周天，马章就是其实死掉的意思哦。这个不是哦。往生的往是这个吗？那平一我问过，我说是那个往往生的往是这个就是死了，对，这个呢不没人这么讲，这是往生嘛亡者是这个用这个，往生是用这个来往，对，这个特意有评议有问过我，那个是哪一个写了这个？我的意思是往生往。OK， 下周天就是往生者了，就是死去的那个人这样就往生者是用这个嘛，对不对？也是这个吗？往生者。如果没有生的话，就写亡者。亡者就不用这个生，就是亡者有月上的往生者是吗？往生，OK。枪是劫，不顾，是其实出顾嘛，对，不顾，你劫操着的，枪是劫，不顾你劫操着的枪是劫不仅已经结婚了他因为有两个嘛已结婚，强势结就是已结婚，不你结是生了2个小孩，儿子也生了2个，所以因为用了不仅就也是用了也意思是不仅已经结婚了，也生了2个儿子，不你孩子也生了2个，谈完了3로짜지 다야 민두게谈完了
啊，三路扎吉，达雅民都给啊。现在呢，他阿拉是现在是吧？俺是我嘛啊，现在呢，我是在这地方。三路扎吉，这你不为我着想吗？这三路扎，三路当是就是着想嘛。那民都给就是你不为我着想吗？就是就是用了一个前面那个用了否定的，所以你不为我着想吗？呀，俺了三路当当为我着想，俺了三路东堂就请为我着想嘛，不要整天为自己，也为我着想。俺了三路当堂，俺了三路东堂，我们如果用它就是用命令的语句来讲，俺了三路东堂，请着想，那这边是你不为我着想吗？你已经结婚了，也有2个儿子了，现在你不为我着想吗？라니 라니 부모능시 샘데 마치다 샘데 마치다 샘데 마치다是不要担心对不对샘데 마치다就像是什么呢부모능시像女人一样他觉得女人很担心的不要像女人一样操心嘛啊，부모능시 샘데 마치다啊，샘데 마치다我们就是샘데 마치다你这个句子就可以샘데 마치다不要操心啊샘데 마치다 샘데 마치다啊不要操心这个句子可以啊맞아네 출팀장 챙겨두게 记得吗챙겨두게是记得吗 그냥 챙겨두게 你还记得吗 그냥 챙겨두게 你记得吗对 그냥 챙겨두게 你记得吗 챙겨두게 前就是记嘛念或是记 챙겨두게 你记得吗啊马上就是其实那出镜是他的名字嘛那出镜你这边的然就是你啊不是自己一般我们是然是自己嘛对不对这是klang的然把那个切是漏掉了没有写出镜我们챙겨두게是出镜你还记得吗记不得怎么说不记得了챙겨민두否定加一个否定챙겨민두是吧챙겨민두 아무나 샤조겐 대里边有个대对아무나 샤조겐 대 아무나 샤조겐 대 아무나是妈妈对不对下就是往生的下主根题就是已过世的妈妈阿玛拉下主根题他是做不是这是做格对题是代名词然后加一个sa就是做格他是说往生的妈妈因为他往生的妈妈这个他说你还记得吗那他要提醒嘛提醒是往生的妈妈后面还有句子嘛往生的妈妈说过什么那就说后面就是往生的妈妈说了什么他会写说嘛
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已过世的妈妈，那讲什么什么什么，就后面会讲啊，所以会这里用做个。杀切，所以我们刚刚用了下是前面我们的句子里面下不就是往生嘛，对不对？那这个它不一定是往生，它有用在很多地方。这个下本身是我们的一般在出家众里面的都会自己的那个僧房住的地方都会用下这个词，你住的房子都会用下，所以既然你居住的房子用下的话，那就有个下切就是你家具啊，你住的地方家具啊，下切消灭啊，这个 mix 是眼睛嘛？啊，是吗？闽南？为虾米？啊，对，为虾米啊？对，什么东西嘛？对，你记那个为虾米就是房间。虾米卡这有的就是有几个房间，虾米卡这有的，对，有几个房间，是在这个呢，僧人里面都会用这个，你有几个房间都会在僧团那个寺院里面都会用这个词虾米啊，有虾米，mix 就是眼睛的那个嘛。这个 mix 眼睛，所以虾米就是房间，虾米，只记住那个虾米的那个记住就可以了。茶下啊，深色啊，茶吧嘛，那个下是就是房间嘛，所以茶下，什么下啊，那个是会用住宅。什么下，凡是你什么下看什么下肯定我们都会什么下的时候对不对？什么下也好，省康也好嘛，我们都会康吧，对不对？省康但我们现在用了下康这个来用下来代表，所以就什么下。什么康，什么下，意思一样啊。这个吗？什么下不会，这个什么下不会用出家人，什么下是通常是敬语。敬语用的时候，你是家住在哪里？可能什么下可以吗？这个不一定是这里的用的什么下是不一定是特别，而且也不会，这是一般凡夫这些在家中都会用这个什么下的修读就是你住在家里吗？什么下你这个下可以换成坑嘛？坑密就是房间呐，坑密，这个下可以用这康切就是你看家里的那个搬居啊，康切啊，那坑密，这个不能用茶康，就是你一定会茶下，茶康也许会有的会讲茶康，这比较少了，茶下都会用茶下，什么康。可以用什么康，换去什么康跟什么下是没有差别什么下什么康，这个有一点，这个什么下是我们贵族的那些家族啊，他家族的名称，他什么邦德昌啊，什么这个什么下邦德昌那什么下。就我们家族有比较那个名称，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用这个什么下。那
不能用sim康，sim康，上司住的房间，上司啊住的房子，可以用sim下，但是我是说用在那个他带前后加那个家族的那个名称啊，有些贵族他用他自己的那个名字啊，对姓氏的呢，就说呢那个时候是sim下什么什么，不能加那个sim康啊。其实实际上sim康跟sim下单独的话用是可以一样，sim康跟sim下，这倒都在讲这个房子的事情嘛，对不对？下次这个邻居，下次就是指那个在寺院里面生活的邻居，对，我们大部分会用在那个是私人邻居下次。不能讲一般人的邻居。你也可以用啊邻居，但是一般人的是比较少用，比较少用到这个下次啊。在这个名词呢是都在出家众里面使用的，但是你的民间里面可以用。我比方说，我现在不在寺院了，我讲的是或讲话过程当中，我年下字是对方如果是出家众的话，他听得懂啊。我可以说我的邻居是谁，年下字也是，他就知道啊。但是一般在家中我用下字的时候，他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的话，他不知道下字是谁。kimchi 对 kimchi 一般会用 kimchi 虾肉是有会就是虾肉卡钦就是遗言，在我寻找啊，提林声音，这几个都可以了解啊。卡钦下松啊，卡钦下松啊。我是留下遗言了吗？这是谁留下？是妈妈，前面有个贴嘛，对不对？所以他留下了这个遗言，所以前面那个上面用了奏格嘛，卡钦下松啊，阿拉，那么在lâm呢？阿拉那么在lâm呢？依照语法，按照我们语法来讲的话是。先要讲这个，阿拉那么在lâm呢？阿拉那么在lâm呢？阿拉那么在lâm呢？卡钦下松啊，依照我们的用文字的叙述来讲的话，是顺序是这样，但是口头说讲的时候不需要那种顺序，他就会前后都讲，知道吗？所以卡钦下松啊，他说妈妈不是已经留言了吗？留言了什么？阿拉那么在lâm呢？书面的话，你这个写在前面顺，这个每个语言都可以这样嘛，有这阿拉那么在lâm呢，就是lâm呢是说嘛，对，说了什么呢？帮我找媳妇啊，帮我找，你们讲的帮我找太太是吗？太太不是已经结婚了才会称太太吗？老婆吗？卡钦刚刚讲到是那个遗言嘛，对，下就是留下遗言，下不就是留下。챙기도 샘제 마치다 챙기두게 챙기두
这有两个，这边是陈克度是记得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记什么？陈克敏度就是不记得嘛。那另外一个意思是陈克敏度是不想。你想我吗？陈克度耶，陈克敏度不想。陈克敏度不想，所以啊。걔랑 가르 챙기도. 你现在在想 걔랑 다다 가르 챙기도. 다다 걔랑 가르 챙기도. 这个时间可以前后都没关系，或者 걔랑 다다 가르 챙기도. 对， 다다 前面也中间也可以。다다 걔랑 가르 챙기도. 你现在在想什么？那现在这里是陈克度，我记得，记得。陈克度给现在马去，就是他姐姐说，妈妈留下那个，我记得，不要担心嘛。现在马去。아니 럽다. 티린 가르치네. 콜 제바이. 티린 가르치네. 콜 제바이. 아니 럽다. 那么你说吧，对不对？아니 럽다是说嘛。아니 럽다. 说吧，럽다就是谢堂是一样嘛。럽다. 티린是今天嘛，가르치네是为什么？打电话给我来，就是今天为什么打电话来？他意思可能是平常没有打给，今天一定有事情，所以打电话。他前面就让他提醒一下，给他提醒一下。这个句子好像前面也有一个，是不是？卡在线的过去啊。nghe thế cái chất thứ cái Samsung nghe thế cái chất thứ cái Samsung 就是是的nghe我嘛，就是因为加了一个奏格，所以它一定有个动词，它是动词什么呢？它是接着提，要想问嘛，接着提就是问问题嘛，问接着提我Samsung 想，Sam 就是想嘛，Samsung 就是已经想了，所以Samsung我想问嘛，那件事情，提这边有个提对不对？提那件事情，你也提接着这个是，我想问那件事情。接着这个 Samsung 我想问接着这个 Samsung 接着提问问题嘛，接着提声音상공 상놈 상쇼 상로 상래 상표 这个声音就是明天嘛，对不对？三共既然是声音是明天的话，那三共那个共是晚上，所以三共就是明天晚上嘛。三共如果明天早上的话，商秀嘛，对，这边有生怒，就对于三共的商怒就是都是讲明天明晚，生怒商秀就是明天早上嘛，商秀商洛就是明年嘛，这边洛商热就是纱布商铺也是明年。
用这个商来一个这些造句吧。哎，好，结束了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我们的内容是多了，所以没有时间问问题，有没有？然后要内容少一点，都要练习问。音机，舔着，广大，点不，完了，音机给着点着，要么用它，广大，确定点不赢呗？哦，点不赢。哦，确定。아니, 날 가르치네. 콜체바인. 디기, 대탕, 디두, 덴조, 대초, 대릭, 대와, 대보. 나마, 녜, 꼬르, 가두, 마도, 총아, 러버, 깨차, 녜, 나마티, 직송, 직마송. 랑기 카반낭, 깨차 가두 시에네, 남의 꼬르마도 시야 민두 가를 러구유 그랑 나래 분자 충아 르바 게리 게줄 게차 게당 게다 갱에 개쇼 창사 차로와 니 삼로 마장 템바 샤바 샤조켄 창사 옆 보니 계사오르다 당하라 삼로다지 다야 민두게 라니 보문능시 셈체 마치다 마상네 추짐랑 챙기두게 아말라 샤조겐 대 샤체 生命查下심下下次下肉카침 제와 디린 성이 카침 샤송아 ngala nama tse lam ne tengi duge semje ma chita ani labdan tirin karichine kol chebayin nge dikeja chigu samsonga 상이 상공 상눕 상쇼 상로 상레 상풀 OK 那修行八颂
다니 심지 탐제라 이시 노부 레라베 된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벌 진바쇼 칸도 수단 적베치 다니 군레 멘다시 셰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벌 진바쇼 죄람 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무 게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真的多年多本书，人心眼白心间呢，力度差不多难通车，人情跌宕切不行，你把高位紧紧说，打了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人给两把当，这个线了比我小，看了大给偏大边。热我求我康熙去，新都每日女前啊，新年堂把到手，到南外当举把伊，偏的马南滚了不，马一女当东眼滚，三位打了两把手，其他滚样缺业绩，都被前面马把心，去跟就没写白了，前面千万来只手。OK， 那我们就今天上到了，谢谢多谢刘大姐们。